Sandfor 自創立以嚟一直專注為本地嘅客戶提供網絡安全嘅方案。隨住我哋業務不斷嘅拓展，我哋依家喺 IT infrastructure 同埋雲計算同樣佔有一席之地。我哋始終不忘初心，致力協助本地嘅企業實現數碼化嘅轉型。同時，亦都喺我哋全線產品深度融合咗我哋網絡安全嘅元素。近年，我哋都自主研發咗好多 AI 嘅技術，將客戶所面對嘅複雜問題簡單而且可視化，提升工作效率同埋決策力。Fujifilm BI 係 Sandfor 一個非常重要嘅商業伙伴。佢哋嘅託管安全服務 MSS 以我哋嘅安全產品作為核心，再配合佢哋專業嘅 SOC 團隊，為客戶提供24小時全天候嘅監控同埋支援。呢個合作模式喺過去好多成功嘅案例都證明咗，唔單止深受市場歡迎，仲好有效咁樣幫助客戶減輕繁瑣嘅日常安全管理工作。未來最明顯嘅趨勢就係 AI， 大家都開始研究緊點樣將 AI 真正融入日常嘅安全運營，例如用 AI 去分析威脅、自動化處理事件，或者簡單啲，整個 chatbox 背後連接翻 database 去幫手回應查詢。講到底，目的都係希望用相同嘅人手資源做到更多、更快同埋更準。Sandfor 喺呢兩個方向都有成熟嘅方案。喺安全運營方面，我哋推出咗 Sandfor XDR 統一平台，整合咗威脅情報、SOAR、SIEM 數據融合、報告同工單管理功能，幫助客戶簡化流程，提升效率。至於 AI 應用方面，我哋都有 AI 一體機，令智能分析同埋決策變得更加容易、更加可視化。